旗嘅定義係咩咧？就係當你揀啱嗰個當地嘅地區嘅國旗，就嗰個貨幣亦都送過嗰個地址。咁但係咧，我哋所有交流我都將佢變成透明。係啦，我哋提升晒，將佢全部咧用做一個數值。以往我哋都係數值啦，但係而家將佢透明晒，將佢最新式嘅數值啊，咁令到大家咧所有第一數值者咧，第二咧最健康、最少嘅因為我哋嗰啲已經係叫做服用嘅膠，亦都喺水溶帶嚟咧再提升翻。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嚟緊咧，當佢有任何嘅最新資料多啲咧，我會提供翻俾大家知道。FDA 認證，大家知道 FDA 認證有咩好處？FDA 認證點解全球都好緊要地覺得呢個最重要咧？原因因為所有喺美國你自己本土出口食都好啦，你經過 FDA 認證嘅話就話俾你聽，你隻唔係藥，食落去唔係藥，唔需要話要藥方去做，呢個係最重要一樣嘢。原因就係 FDA 如果當佢冇任何一個足夠嘅臨床嘅話咧，佢係唔會批呢個 FDA 呢個蓋章俾你。能夠放得落口食嘅話咧，你話咧呢個係安全啊，你可以放心食用啊。咁所以點解我哋會堅持到盡喺美國去做呢樣嘢？個背後原因點解咧 ？FDA 認證啦，咁我哋都會經過好多嘅指定嘅一啲嘅包裝嘅地方啦，確保所有嘢安全啦。我哋科研、生產、包裝、送貨、銷售，在座大家都冇擔心過。你即係擔心咩咧？就係近排有啲咩推廣嘅啦因為所有安全性都非常之安全其實你只係當你想服用、上網訂貨、購買。你想嚟我覺得，你想送到你府上都可以。咁你記得咧，最早期食關節配方係咪你哋話擺落口含啊？係咪啊？你初初見擺落口含嗰時，有冇人試過擺落去口含條脷有啲彈彈吉打吉打感覺有冇？有冇人試過啊？呢隻反應咯，係啊，呢個唔係話咩反應，呢就話咩？你啲神經開始吸收緊呢隻熱量係啊，呢就話咧你需要緊呢一樣營養素唔係個個有嘅話你就要繼續服用即係話咧你好需要呢個關節配方，譬如薑黃維他命 C 等等呢啲咁所以你就咩咧？一定要親身體驗想買就買，唔買我唔會逼你。有冇人試過要有啲人喺出邊咧去發展一啲生意咧，每個月都要追高塔嘅，有冇啊？有聽我朋友月尾唔好做喎，我追高塔，每個月都要一定買最低消費嘅有冇㗎？有喎，又有咩背月清零等等呢啲喎，呢度冇嘅全部冇，積分冇到期 ，YU 都會有到期。我哋 MPC 積分有冇到期？冇，20幾年都係咁樣。都係嗰句，我哋係電子商務網購，所以嚟講，基本上你喺世界各地入我哋網站揀出嘅地圖，我哋都會叫到俾你。呢一個係一個嘅健康嘅公司，亦都係一個發展自己生意嘅公司。譬如好簡單嘅意思就係話，我瞓啲覺都可以有錢收。所以 MPC 會員咧，只需要買一套產品，而仲要係你3000幾蚊，其實你嗰套產品嘅價值嚟㗎。其實你買個產品，其實你本身係咪都冇食用呢樣產品？你食用咗呢個產品，係基本上有實物喺度。跟住咩？就係一個試驗嘅機會。呢個機會當然你可以唔接受，唔緊要我食冇問題㗎，你咪繼續食咯。即係你去萬寧買呢個產品嚟食嘅話，我都係嘥好多錢買食。食完之後你得到健康冇問題，但係 MPC 有一個回值。咁跟住之後咧，我哋有第一個獎金係非常簡單嘅啫。咩簡單？你識得我哋介紹俾朋友嘅話咧，就一個叫做市場開拓費。我哋好簡單，我哋術語啦廣東話就叫介紹費。我介紹咗，我食得好喎，我覺得有效喎，咁就介紹你食。介紹你食嘅話，你會收到幾多錢獎金啊？270蚊獎金。我唔能夠講話一個好大嚿嘅錢，我唔能夠講。但我真係想話俾你聽，呢個簡單居馬費係一個少少嘅獎勵俾大家。除咗獎金之外，佢都會再如果你買咗一套貨你都會提升咗200嘅積分俾你，200分俾你。我哋咧簡稱我哋叫雙位。大家見到喺大家嘅右下角咧，見到一個 A 君佢開咗兩個店，或者介紹咗俾兩個啦 A2、A3。呢個就意思話咧，我哋叫雙位，即係兩條路軌，左右兩邊。當你一個人介紹咗喺左邊嘅時候，有200分提供咗俾你；右邊你又介紹到咗俾一個人，又俾200分俾你。我哋為之一個對碰，330先好冇？330蚊啦，因為能夠有3個碰就990，咁一個碰就330先啦。簡單講句啦，好。咁你會點解咁聆聽㗎？ OK， 想話俾大家聽，其實盤古初一開始嘅時候咧係300、600、900㗎，最早期係。咁但係因為隨着每年我哋都有呢個通貨膨脹一定㗎嘛，同佢哋獎金都要提升先得㗎，唔能夠咁樣㗎嘛。咁所以就變咗加咗10%，就330、600、990。就係咁嚟嘅，好嘛？咁另外下邊嗰200分咧 ，Jenny 媽就完全唔識佢㗎，但係因為填一條線攞一條隊落去嘅話 ，Jenny 媽無形中就無端端會收到330蚊。好啦，大家試想想，將呢樣嘢不斷複製去做，10年、8年之後，大家諗諗，你個圖入邊係會有幾咁犀利咧？你可能去到一路落去10年，我唔好話多啦，當每一個月做一層做一層啫，冇多，每一層即係2蚊啫。嗱，講緊你自己啊，就係你自己，我未計人哋做啊。你自己會1層嘅，1年有幾多層啊？1年10年咧，咁呢個什麼是越食越平就係咁解。
你一路個積分一路累積嘅話，你唔做生意冇問題，唔緊要。我哋都係公司都係獎勵翻你，你自己食越食越平，就係咁解。背後你要獎翻，但係你介紹俾你上面嗰位朋友就開心啦，因為你不斷食，你一定食到你先買㗎嘛，啱唔啱啊？你唔會話食完唔好我買，唔會㗎。我相信大家食一間餐廳失望嘅話，你唔會再去嘅，係咪？咁就係咁嘅情況會做。